那个野球梦那个专题技术底下了，看到嘅係新北市二重國中嘅青少年野球隊，係一支兼職同學嘅球隊，還是代表國家出國比賽。二重國中嘅青少年野球隊，球隊重視統治管理，未要求球員為嚴守紀律。及時嘅校長鍾小靜還有教練，更加堅持球員是唔得人際打球同紅日標配，唔單止球技愛好，並係鼓勵嘅功課。所以底下來認識鍾小靜校長，還有啲青少球員勇敢對球野球夢嘅故事。一隊球員頭頂5公斤按重嘅頂內，立定野球重走，開始嚴嚴嘅訓練。這位5公里早就皮身太好呢，不過也不過係輕基本的體能訓練天天。你注意看，有一點速度出去，可以接到虎口那個手最紅心的中心的地方去，很好，繼續哦。這個腳會開始會有一點酸，這個都是基本功。身內表嘅動態，當專心嘅看定球位，一隊球員重複傳球位，就算見重複。不過大概動作都會做到確確實實。這些訓練很苦，但是這是我想要的目標。不管是中華職棒也好，美國職棒也好，我都會去做每一個動作。最辛苦的地方係跑體能的時間，因為會輕添，不過還是為未來着想，所以還是就跟下去就對了。按樣堅持嘅精神，一隊球員雖然當日都會練到按辛苦，也唔會吃到苦。尤其因為獲得不抗人嘅支持，就係繼續打下去嘅動力。伊講打球真好啊，嘛可以練身體啊，伊要同佢加油啊。棒球是你要的，職棒是夢，但是這個是用講的，訓練的內容裡面是很辛苦。所以這一部分的辛苦，要讓他們知道說，有一天你到達這樣的一種成就的時候，你回頭一看，你會很甜美的。這個這麼小的羽球，你能夠命中率很高，能夠很清楚的看到球，這個就是在訓練你的那個命中率，紅中甜蜜點在哪裡？傳球位、接球位、卡定球棍嘅打，對一隊球員嚟講係極偏常嘅。除咗要面對按嚴格嘅訓練，還要顧到當中嘅功課。也係校長同教練的堅持，安尼球員能擺會有更加多嘅機會發展。對國中生來講，他不能純粹就只是說練完球之後休息的地方，還能歸總體，還要白天的時間還有6節課有亞工課，還有課後輔導，還要做一些夜訓，所以個亞工會更加強，要更細膩。今日下晝練定球位，殺落去雷稱義，嗰部將愛到訓練停下來。唔過一隊球員成功行嘅動向，把握時間練，用嘅卡棍嘅，用嘅打出去。而為限實際上嘅討論用嘅打較好。當愛中國嘅聲音呢，冇聽錯，有人會係板條槍砍很高，冇就獻泡泡位。一隊現代二重國中野球隊也嘅大家庭嘅聲音呢，喺訓練當中見提升自家力量，一步一步向自家野球嘅夢想行向前。下個新聞電影由吳思怡新北市報道。